銅鑼灣波斯富街96至106號寶明大廈地下 D 號鋪現正放售，建築面積約740平方尺，門闊約14尺，鋪深約41尺，樓高約13尺。銅鑼灣波斯富街為傳統旅客及本地居民必到嘅購物地段，人流極佳。附近多項大型重建項目進行在即，商戶重置必定令鄰近商鋪租值提高一線。例如加路連山道項目利苑8期正在興建中，另外波斯富街54至76號及利苑山道5至27號快樂大廈等多個地段舊樓亦正在進行強拍，相信落成後會令銅鑼灣變得煥然一新。香港與內地疫情後全面通關，遊客量大幅提升，銅鑼灣人流亦大幅飆升，將有利拉高鋪位潛在租值。鋪位現租客為餐飲外賣店，鋪內附設來去水及3上100M 電，另備有洗手間。歡迎聯絡我哋。買鋪唔使煩，買入盛匯商鋪只需每月租金5% 費用，可享一系列售後服務。